老婆，干嘛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儿？那个什么，我一个月给你5万，完了之后，一个月就回来一次，行不行？不是做梦吧？啊，没做梦，没做梦你不用给我5万，不用给我5万啊！给我没有那么贪，给我3万就行啊！给我3万，没做梦吧？别5万，是拿相万干啥？我把东西都给你装好了呀，赶紧走啊！你可想好了？我一个月只能回来一次啊！对呀，没事儿啊，你1年回来1次也没有问题啊。我都给你装好了，把你东西全装好了，赶紧走吧！啊！赶紧走啊！我往哪走？赶紧走，快！赶紧走！我不行，我得换衣服。不用换。那个啥，箱子里也有。再说你一个月都能给我5万，你想买啥就买啥，随便去买。走。我他妈不是我上哪去？